我是18号晚上过来的。我是星期三的下午4、5点。我是大概9月14的中午12点就过来了。iPhone 11的部分，它现在有超广角，对。然后虽然说有些人批评说它的3镜头的部分，但是其实我觉得事实上它是蛮创新的。你说很丑这个问题哦，我发现它那是好像一体式的玻璃以后，我就觉得还可以接受了。我自己本身是用不到啦，可是我相信说，如果有摄影的，或者是他有在拍影片的，应该是会蛮需要使用到这种广角镜头的。就是镜头夜拍啊，还有广角，这个很吸引我。就是拍老婆应该是不错的选择，对。好，我会购入太空灰。应该是买这个绿色11的紫色，绿色。我是一个被苹果绑架的人而已。杰伦哥一直不敢跟我在音乐上有做交流，真的这么临时啊？是说是撞的，然后说那也是，不过就是新闻稿。所以你的意思是阿信会做效果吗？他们都效果王啊，因为只要有地震，你都会蛮紧张的。而且我之前住那个14、15楼的时候，虽然也没有多高，但是对我来讲还蛮高的，然后就觉得很晃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可能2楼跟我14楼也一样晃，但是就觉得很可怕，然后就后来就搬走，给我爸妈住，没有，因为他们不怕，他们不怕，他们喜欢电梯，喜欢坐电梯。看到杰伦跟阿信合唱，有没有觉得自己被排挤了？为什么？你们不是 IG 是那个马吉吗？我们做别的事情，我们做别的事情。我觉得他不敢跟我唱了，没有开玩笑。可是如果正常来讲，他如果在金曲奖当晚传简讯说今晚要不要来合唱一下，你会怎么回他？金曲奖，因为他们合唱的时间其实是金曲奖颁奖典礼的当天晚上。真的这么临时啊？是说是撞的，然后说那也是，不过就是新闻稿。所以你的意思是阿信会做效果吗？他们都效果王啊。可是如果你收到这种简讯的话，你会回他笑脸吗？我不可能啊，太临时了，怎么弄？太临时了。但是玩一玩可以啊，如果平常玩一玩没问题啊。那对，可以玩就是玩，纯粹就是玩。这有玩过吗？就是音乐上面嘛，我觉得杰伦哥一直不敢跟我在音乐上有做交流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挺好玩的，而且小声音很好笑。不是，他是我哥，他是我好哥哥。
很李荣浩。那下次他说好像在台湾也会办类似明年要办婚礼，那你会想说包个红包什么之类的吗？这小事情啊，那要开个支票，比如说开个发个红包，大概不需要，红包它是有公定价的。本来就是啊，你包多很怪，包少也不行。它是有行情，不是行情的，不要讲那么俗气的话看一下。价目表的。不是，它就是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啊，这是叫什么礼仪啊？这是礼仪啊。你不能包多也没礼貌，人家收不能收的，对不对？你包少也不对，这是一种礼仪，你去上一下礼仪课好不好？好，赶快。